哦，kamu lah. Oh.
哦，联合红年祭活动，台南市原住民日哦，10月25号呢，台湾光复节呢，哦，谢谢各位来宾的掌声。哦，在新营丽都新这边举办，中华民国104年，台湾光复节10月25号，原住民日哦，联合红年祭活动。我在这里特地我们请第一任的理事长邀请我们的林明郎哥哥过来，他真的是原住民的，对呀，在动，对呀，这是